上床啦，仲經。歡迎大家嚟到李老師的中文課。今集我哋會講部首、阜同埋邑。因為兩個部首一樣樣又似耳仔，所以有啲人會統稱佢哋兩個為耳仔邊。但其實佢哋兩個本身出處意思並不相同。兩個都係象形字，呢個好似令旗，其實要打橫睇，表示唔太高嘅山、土坡或者係階梯。作為部首會放喺左邊，例如喺山坡望向陽光嗰面叫陽，山坡背光嗰面叫陰。古代嘅人就係以山為界，分出向光同埋背光兩面。另外，阜部都有邊緣嘅意思，例如喺建築物或者高地劃定嘅界線就係限啦，引申為界限、範圍嘅意思。而階係講緊建築物或者山坡上為咗方便行走而建築嘅一層層平台或者級。阻本意指險要嘅地方，引申為障礙。而另一個耳仔邊最早期嘅字係咁嘅，上面嘅部分好似一個圓圈咁，就係圍牆，下面係面朝左嘅人形，合起嚟表示人們聚居嘅區域範圍。邑作為部首會放喺右邊，例如好多人聚集嘅大城市，古代天子或者諸侯住嘅重要城鎮，我哋會叫都。而作為副詞，有所有、全部嘅意思。另外，郊表示城市與外面田野交接嘅地方，即係城牆裏面同埋城牆外面嘅區域。其他如邦、國等等都係同地啊、城鎮啊呢啲有關嘅。另外有個成語邯鄲學步，裏面嘅邯鄲就係中國嘅一個城市，喺戰國時期趙國嘅都城。呢個成語出自莊子，比喻模仿別人卻失去咗自己。好，今日呢，我哋學咗兩個耳仔邊，係咪？一邊係左邊，一邊係右邊，阜部同埋邑部。咁簡單啲去記住呢兩個部首呢，就係左阜右邑。好，下集再見，拜拜。